呢幾年咧，美國咧興起咗一個 Gen Z 嘅投資大法咧，叫做 VOO and Chill 啦。咁個玩法係點咧？就係講緊咧，你每個月咧就月供可能1到2股嘅 VOO。咁 FYI，VOO 咧係一個你當買緊美國股市最 top tier 嘅嗰500隻股票咁樣啦。In terms of 佢 measure by 佢嘅市值或者佢間公司嘅嗰個 performance 咁樣啦。咁背後嘅原理咧就係你每個月定期買1到2股嘅 VOO。咁而你相信咧 VOO 呢一個美國嘅 top tier 嗰500隻股票咧喺長遠嘅5到10年下係只會繼續向上升咧。咁你只要乖乖地咁樣供足咧，你好快咧嗰個回報咧係可能每一年咧平均咧可以有大約有10零個 percent。咁所以咧好快咁樣加下咧，你就會好快可以達到呢個財務自由。咁但係咧今日唔係想講點樣財智，同埋以下嘅內容都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，純粹想講翻呢個方法有啲咩風險。風險一咧就係如果假設咧你買 VOO 雖然買咗 top tier 嘅500隻嘅美國股票啦，但係咧佢亦都試過一段時間咧佢嘅跌幅咧可以跌超過3成幾嘅。咁所以咧如果假設你本身咧係承受唔到買股票嗰種會跌嘅感覺咧，呢一個方法咧最大會 fail 嘅位咧就係你忍唔住喺中間決定賣走佢。咁所以咧如果假設你係呢一 type 人咧，就千祈唔好用呢個方法啦。第二咧就係咧，你唔可以去攞一啲你日常生活好急需要用嘅錢去買嘅，因為咧你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可能你嗰排唔夠錢，或者你需要錢，你被逼要賣走佢。但係咧other than呢兩個嘅因素咧，如果假設你真係望翻 VOO 嘅 graph 咧，其實如果你真係做到每一個月定時定候咁去買，而且係可以持續5到10年咧，呢一個 VOO and Chill 嘅方法咧，其實個成功率咧係唔低嘅。而我咧最近咧就開始緊一個新嘅企劃咧，就係呢個如何擁有人生嘅第一個100萬企劃。咁呢度咧我就會陪緊大家咧每個月咧一齊去月供1到2股嘅 VOO 嘅。有興趣咧可以 follow 我一齊睇下呢一個方法 VOO and Chill 究竟成唔成功。下次再見，拜。